而家珠海嘅樓市竟然跌成咁樣啊！14000幾蚊嘅單價，你就可以攞低珠海市區呢一套118個平方嘅豪中4房啦。門口位置先同大家介紹下，呢個消息一出，你睇現場咁多人睇樓啊！實木門5合1智能密碼鎖，而且呢啲到頂係貴啊！預留鎖換係位置。32項家居系統都係交付標準，一入口就係一間房間啦。交樓之後，你可以 book 咗。你如果嫌呢個廳唔夠大嘅話，你就可以 book 咗呢間房間。而家係4個房間，南北通透嘅設計，非常之舒服啊！呢度陽台可以用嚟洗衣晾曬，嗰個陽台就用嚟觀光。廚房位置就喺呢度啦 ，L 型嘅廚房可以睇到呢啲所見即所得，仲帶咗明窗嘅設計俾到你。呢度行路去新武得1.5公里嘅時間，1.5公里嘅路程就可以去得到啦。公共洗手間乾濕分離，所見即所得。呢間房間係貫穿我哋嘅主陽台啊，非常之舒服。第二間房間呢就可以睇得到。都可以作為你嘅客房啦，至於人房就喺呢度啦，飄窗位置全贈送咗多有套瓷嘅設計俾到你，呢度樓下就自帶咗8萬平方嘅商業俾到你，3到15歲嘅兒童啦、初中、幼稚園、小學全部都滿足到你，而且咧去三武只需要揸車3分鐘嘅車程就可以去得到啦。感興趣嘅朋友，14000幾蚊買珠海市區嘅豪中4房，感興趣朋友評論區 call 3條6，我係小鴨，點個關注，發你全圖資料。